但係有人配近視鏡，求其揾個眼鏡城配就得咗。第一步應該係做攻略，如果唔係浪費時間又配唔到心水眼鏡。今日俾大家講下深圳幾個眼鏡城嘅特色，方便大家去選擇。嘉寶眼鏡城款式多，地鐵方便，眼鏡商戶多達100個間，無論你想要咩款式眼鏡，呢度都能滿足你嘅需求。橫光眼鏡城作為老牌眼鏡城，呢度嘅商戶穩定，款式唔少，只要揾到性價比比較高嘅眼鏡，喺呢度就冇錯。新辦眼鏡城款式多樣，泊車位充足，呢度到老顧客嘅可以盜到好睇眼鏡。虹橋眼鏡城就喺地鐵上面，加上款式唔少嘅眼鏡選擇，讓呢度成為購買者嘅首選。呢4個眼鏡城對港人唔係咁友好，過關來回要3-4個鐘。中威眼鏡城就喺老街繁華地段，近羅湖口岸，主做港人生意，店內港人款式幾多，鏡框五顏六色，選擇豐富。金世嘅眼鏡城又叫東門眼鏡城，同樣主做港人生意，呢度嘅眼鏡款式多樣，價錢實惠，係購買眼鏡嘅好去處。眼鏡城都有個缺點，部分眼鏡店嘅驗光條件唔夠，可能加快你嘅複角啦。配眼鏡之前要注意，大家只要參考呢個貼圖，根據自己嘅需求去選擇就好啦。呢度嘅手續件卡都有好多，啲邊而家都有上新貨，大家可以過嚟睇下。呢度有專業嘅設備，體驗8萬級嘅最適合科技。